中市疫苗覆盖率到一定的程度了，所以市政府来宣布，暑假的期间，国小甲公立的幼稚园为7月18开始开放半工实体上课。 台中市较近的人数相对高峰期已经减少3成，台中市自暑假期间嘛有条件来开放实体课程。高中及国中从7月1日开始实施这个暑假的这个实体及这个活动课程等等。那国小及公立幼儿园呢，我们准备从7月18日开始恢复实施暑期的实体的这个活动。市府教育局嘛讲，学校若是办理跨县市室外教育或者是室外教学，参加人员要注3剂疫苗，或者是提供2天内快筛阴性的证明。学校办理活动的期间应遵照台中市校园防疫指引规范，落实防疫措施。 教育局嘛继续监督学校做好防疫措施，保障学生的学习权益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